台湾人士15万人的外籍配偶当中，还有5万人3年唔前取得台湾国籍，都系讲无身份证。身份证喺几多国家无听错按要件，因为唔系移民，也算系永久出名，对有几多嘅强烈的。不过喺台湾无身份证，几多强烈都冇，尤其係配偶死後，也算離異，係咪是喺繼續留喺台灣生活，有身份證冇所長太碼。我拿到台灣嘅身份證，我表現無國的國籍，我依舊能拿到，和同對哪隻國家來有關。也其中各種為難，以為還算係刁難，因本人過在相關嘅法令條文也悄悄向各進步嘅方向修正呢。對打算喺台灣上進入當嘅新移民姊妹來講，伊哋一定希望台灣人冇一切體能盡做愛人。豆雞湯，豆雞湯，然後待會今天也會煮這個豆雞湯。佢係對越南來新出名土司來，今日帶領嘅家人同生意呢，來到高雄鳳山嘅國際家庭付出協會上課，難得留對各國蔬菜來嘅外配姊妹共下，大家相當歡喜。一隻開名嘅很多記憶食譜，用中文來寫，韓國寫注音，內容講嘅都係同天母暗夜，同海嘅南外片，和幾頭老師都行嘅家鄉菜。這個菜都是在越南爸爸就專門在養這個雞，所以我來這裡我很想念這個雞的。爸爸都專門養這個，所以我們兄弟姐妹就常常都知道這個豆雞的豆雞湯。媽媽都在家都煮這個豆雞湯給我們吃的。飲食是一個疏解家鄉思鄉情仇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路徑，就是它透過，我覺得在不管是那個食材的熟悉、材料的熟悉、味道的熟悉，那個味道其實是代表着我的家鄉，代表着我的家人。我從細數這樣跟外婆一起長大的，我剛嫁來台灣，他叫我什麼做兒粉的。我現在有懷念他，還來台灣有想他。一隻詩天天嚟念出來嘅，唔單止係食譜嘅美食，還看得出吉祥家鄉嘅。講嘅係愛河粉嘅故事，掛吊燈呢係同越南家鄉嘅食譜。台灣國際家庭付出協會係一隻非政府組織，希望用記憶食譜嘅節課，由內同嘅記錄外配姊妹嘅生活。一對外配姊妹係對越南、泰國同印尼一對無共樣國家來嘅，因為嫁到台灣，共樣都係離開家鄉，有共樣嘅心情，有時節還比同家鄉嘅親姊妹行下近。疏解思鄉之情的一個方式，那另外一個也是讓台灣社會能夠從不同的方式來認識我們，就是讓台灣人在看到菜肴的同時，他也能夠看到這個菜肴背後姐妹的情感，對家鄉的情感，然後還有他們移動的勇氣。我們的新移民朋友，就是所謂外籍跟大陸配偶，大概有47萬多人。那子女的部分呢，大概已經有超過，以國中跟國小為例，已經有超過20萬人。如果以國小來算的話，新移民子女在這個學校人數超過100人或超過1成的，這樣學校佔了77%。因為結婚來到台灣，以為中華民國國籍的新出名進來更多。照內政部的統計，也到全台灣47萬人外配新出名當中，5星就加埋44萬人3年，有93%的比例按高。因為台灣係單一國籍制度的國家，故所對婚姻移民規劃，我要求其先表達無國國籍。不過照也國籍法律規定，係講你嘅就用唔得婚姻移民規劃用嘅特殊規劃條件。有啲人還像求嘅樣嘅，冇睇本國的國籍，又冇台灣的國籍，佢哋唔單將你嘅難過，還面對人家用奇怪嘅眼光來看佢。如果以越南為例，越南它其實放棄國籍大概要6個月左右的時間。那在這6個月的時間，你的婚姻關係其實不能產生任何的變化。對，那在這樣子的話，你才能夠再申請規劃，對，就是國籍規劃。那所以其實也有非常多的姐妹，因為他們在這個等待放棄國籍的過程中，婚姻產生了一些爭執，或者是說可能也有離婚要訴訟的部分。理論上，搶款法律台灣搶本國籍、泰律師同外籍，不過政府同設計嘅執行，外籍分做東南亞同非東南亞，也對同法律條文上看唔出來，會對每個國家有差別的態異。婚姻登記要有原國家的單身證明，
外交部只认证有些国家他不认证，他必须你飞回去。所以这就很明显了，就我同样要结婚，有些人可以在地结婚，请我的母国寄证明过来，有的国家必须还要飞回去。好，所以那这个就产生一个差别，就是你为什么对这些国家这样，那些国家这样？国王西医看不到，木偶出玉鼻子长，白雪公主这里。越南死了阿秋香，佢三姊妹早前嫁到台湾。其實台灣有一道跨國嘅婚姻係有人聽權先來嘅。不過阿秋香係自由戀愛，同越南結婚公子，4年2歲人，佢老公同佢聽申請來台灣。不過佢來到台灣爭3-4年，就發現佢老公有4萬人公子，還會打佢同佢生人呢。頭一擺居留證到期，從越南再過轉到台灣，準備入屋開。佢來台灣還冇3年，申請中華民國國籍嘅法定期限還蠻多。不過因為家暴離婚，雖然最尾爭取到某嘢監護權，還係拿唔到身份證，均可用申請居留證嘅方式留到台灣。他如果說現在是拿居留證的階段，他要申請身份證的條件是比一般的外籍配偶還高很多的。他可能每個月要有3萬多塊錢的收入，這個其實對於我們很多一般的台灣人都很困難的一件事情。政府規定啊，要拿身份證，每個月都要證明3萬8，3萬8不能存款500萬。可是看狀況，現在是我一個女生在台灣養一個小孩嘛，還有我很努力工作上班，也拿一個月都2萬多左右。我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會存到那筆錢。照也國籍法施行細則嘅規定，接下來阿秋香要繼續留到台灣，天初提出足足嘅財力證明，每做基本工資2倍，冇做係500萬嘅賭金，也係不通殺。韓國要有無犯罪記錄。當到模特婚姻嘅新出面，差唔多法律要求嘅標準，且係無犯罪證明一項，就有當多議論。因为目前的这个犯罪記錄的規定呢，其實是有點僵化啊，等於就是類似良民證。可是有可能你在生活中，像有的我們也看到說，因為家暴，然後被先生打，可是他可能反擊，所以對方也有一點傷，可是對方去驗傷也告了他傷害，那這樣子他就有一個前科在那裡。雖然說這樣的傷害可能只是1克罰金，可是呢，因為目前就是說你只要沒有犯罪記錄，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記錄，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他就變成沒有辦法取得國籍。學者認為台灣永久居留制唔求簽，就算留下來，你冇乜嘅權利，冇乜搭代。民間發起一隻移民處人權修法聯盟，佢就提出2隻方案。最理想嘅當然係唔是變成母國國籍就拿到台灣國籍，因為國籍冇天作代表終身同認同中華民國，無論係哪國人，做司法同納稅。不過身份證一種字，同台灣比得當到國家都更加重要。我們台灣大部分的權利，你要生活在這個地方，都跟你的戶籍、身份證綁在一起，國籍、身份證、戶籍，通通綁在一起。所以你沒有身份證，你好多權利都不存在。我們不像很多國家，他承認說你是有綠卡，你有永久住民的身份，你是移民的身份，你可以享有大部分權利。No， 我們大部分權利是只給國民的。因為剛開始來，我沒有在乎那個身份證，因為我不知道那個身份證是有可以留在台灣，還是或者比較對我們在這邊就比較好，我不知道。然後我沒有在乎，因為說我們越南也有身份證啊。然後後來說來了，到現在我才知道身份證在台灣對我們有多麼重要。見同人客旁邊見大最久，阿姨山同高雄開一間米甲夫婦店，18歲嘅年嫁到台灣，幾年前咩因為家暴離婚呢？剛來也不懂，也沒有在乎說他們會怎麼看我，就剛開始來什麼都傻傻的，就什麼都沒有在乎他們看什麼看，像平常伯伯就說還啊借啊什麼的。對，他說還啊，然後到現在我才懂那句還啊是什麼。
虽然少年讲，不过反而都还係睇得出是經過嘅心酸。嫁來台灣，佢發現佢家娘同佢老公唔是做事，阿姨生13年開嫁，拖來台灣嘅第8年離婚，這樣時咩冇拿到身份證，佢前夫對佢設置不用4年嘅筆記，好等佢當強當亞洲，最尾爭取到4年嘅監護權。有時候就像有生小孩嘛，然後吵架，他就說你滾回去越南啦，不要在這邊了，就不用看到小孩了啦。但是那時候我也不懂，我還不懂說我回去之後我就不能看小孩，我說反正我有時候我可以來也是可以看啊。但是就是我先生那邊就是如果他有講，如果說離婚的話，我回去的話，他也不會給我看小孩。台灣第4年度，政府考慮嘅係有人會利用假結婚以來，故所針對東南亞一到22個國家，有一般講嘅境外面談機制，面談內容當到東詳細，有時節像係調人互動用嘅。这些细节说实在谁会记得那么的详细？那用这种方式就说你们2个双方的陈述不一致，就认为是你是假结婚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一直跟移民署讲说，这个部分其实他应该去做实地的访查，而不是用这前面的地方在那里把关。那当然就移民署来讲，他们就说的确有些人其实你看就是熟面孔，他下一次就换了一个名字过来，的确我们也很难说没有这样的投机取巧的人。我觉得常常会听到很多假结婚啊这样的故事的时候，那个的发言权常常是在台湾的夫家身上，在姐妹会实际服务的经验里面，或者是姐妹们口耳相传的经验，说，哪一个姐妹又回家了？那个回家是她也那当初在台湾很辛苦，然后甚至她在台湾很委屈，所以她今天选擇回家這條路。但這些東西是台灣主流媒體看不到的。台灣本來做一個移民社會，做一個民主國家，政府嘅做係參考有移民背景國家相關法令，分清楚到底係婚姻移民，亦係外省人士短期以來相關嘅國籍法修正。到今年5月底結束嘅會期，又排22場，每一條一條討論，請打上嘅係罪名還係無出無處。有一些的議題，尤其裡面牽涉到說，我們到底要不要放寬這些入籍的人士幾年之後，他能不能擔任公職，那能不能去競選民意代表，那能不能競選到總統、副總統等等。我想這些的問題其實也就蠻複雜。那遇到這麼複雜的問題，當然大家就會爭論不休。這些複雜的問題如果沒有解決的話，這個國籍法要通過就會有點困難。其實這幾年我們也曉得很多新移民朋友，有的時候因為家暴，或者是離婚，或者可能他的配偶過世了等等，但是事實上有些實在是不可歸責於我們新移民朋友本身的問題。那一方面我們法令一直在鬆綁，那再方面我們也透過很多的機制來協助。我覺得我們台灣在講本土的時候，這個本土跟外來的移民不衝突，因為我們的本土就是具有多重的，不管是客家、閩南，來自各地的族群。尤其很多當年從大陸來的我們的祖先，有很多還是當年的非法移民。我們去想想，我們當年我們的祖先來到台灣，原住民也沒有要求要簽證，要財力證明。法律係是嘅，婚姻是係生嘅。按樣來講，婚姻係真嘅也係假嘅，到底國家按樣來認定咯？對境外面談歧視，到你來台灣，一直到規則婚姻和繼續嘅過程。政府應用各種機制來檢查外批姊妹，上到嘅家庭，沒冇聽錯保護到嘅台灣。我們也是跟你們一樣是人，也是都是那個，所以說希望不要把我們當成外人這樣子看待，因為我們也是身為一個台灣的分子。不管他是哪個籍貫，不管他來自哪裡，他跟我們一起一樣繳稅，他跟我們要遵守各種的法令。如果台灣有地震，他們一起承擔；台灣經濟景氣了，他們一起享受；台灣遭受戰爭、飛彈，他們一起要遭受危險。他們是我們一家人，他們就是我們。